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公视第几台下晡新闻》，我是曹欣。27秒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洪上川普可能会同意对待军售价达240亿美金，非洲友邦斯瓦蒂尼王国邀请总统赖清德访问。高雄左营有驾驶驾酒赛车绕跑，人物有车无让，让奥多拜骑奥多拜的不幸死亡。美军轰炸伊朗的炼油厂，甲油船码头，上新的目标是伊朗西南外海石油重要据点哈尔科岛。昨昏半暝，高雄左营一台车驶伫咧民族一路刷去弄到安全岛，车全并去，也第一时间是无看到驾驶。这个驾驶是绕跑伫咧代志过1点钟了后才自首，是验到驾酒赛车以上发班。也人物嘛发生车祸，一台车若像讲无让奥多拜，甲人弄落，也骑奥多拜的不幸死亡。肯定无人啊。高雄市民族一路这条重要干道早暗车是真多，13半暝汉庆有封锁线封车道，因为一台深色自小客车弄向分隔道了后，四连变上天，各道火烧起来。可是听到声音，然后跑出来就看到车子就翻倒。啊，是怎么样的声音？就嘣一声很大声。大声。哎，对。啊，讲有起火嘛？吼。对，没错，有起火。好在在边就是消防队火势第一时间拍火，按过车自动了后，驾驶就逃离现场。1点钟了后，才到警局自首，被测出酒精浓度超过标准。警方循线查获驾驶蔡姓男子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全案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函请桥头地检署侦办。警方将驾驶照公共危险罪上班，酒后赛车行为告发，高调考驾照。另外，伫金埔区发生死亡车祸，就是透早伫金埔区定关路，有骑机车人经过时阵，互一台自小客车弄到，机车骑士含血昏迷，送医抢救1点钟，也是救无倒来。双方经实施酒测及抽血均无酒精反应，初步研判为由男驾驶自小客车路边起步未礼让行驶中之车辆导致肇事。警方表示，双方拢无酒后赛车，疑似是自小客车驾驶无让行驶内底车造成车祸，依照涉嫌过失致死罪上班，搁请司法上验来调查清楚事故原因。记者综合报道。苗栗火焰山崩坑，警方伫咧3月初一是接到通报，讲有大阵的少年家伫咧火焰山崩坑骑奥多拜骗车。警方发现讲嫌犯为着要闪对早使用货车甲改装的奥多拜，再去到现场比速度。伫咧3月11日，分别伫咧桃园市苗栗县公馆乡抓到4个主嫌，也甲车铐起来。2台机车咧骗车，其中一台个翘高链，看起来真危险。3月初3透早6点外，苗栗县远里镇的火焰山崩坑，有真侪少年人咧非法骗机车，两边阁停满违规的车，互原本就无大的崩坑，真做搁较易。有过路民众看到这种悍过行为，向警方来报案。接获民众报案，称有大批群众聚集苑里镇火焰山隧道内。从事飙车竞速行为，严重影响用路人安全及社会秩序。警方表示，这场非法骗机车活动规模真大，当日接到报案，到现场所有人车拢走了，事后透过路口监视器，也个网络相关信息甲画面来对查，锁定号召活动的主嫌甲车辆。伫11日分别去桃园市甲苗栗县公馆乡查缉涉案的人员。这是苗栗地方法院的搜索票。3月11日。兵分2路发动搜索，成功查获涉案车辆及相关施证，并将涉案人带回侦讯。警方调查发现，嫌犯为闪避追查，用货车载改装机车到现场。警方目前抓到4个号召活动的涉案人，佮查到货车加几啊台改装的机车，专系依照违反公共危险等罪嫌侦办，后续扩大追查其他参加相关的人员甲涉案的车。记者综合报道。
根据外国媒体路透报道讲，美国总统川普可能会伫咧见习近平了后，同意卖台湾武器，这价值140亿美金。咱有希望会当摕到爱国者3型飞弹，也有国家先进地对空的飞弹系统。这是创下美国上大规模对台的军售案。也学者的分析啊，这对总统大清朝要打造台湾之盾是有非常关键的一步。中共迄日了台国防部14公布查到3架强机，共谈5架实标台海。面对中共威胁台海和平稳定，美国协助台湾强化防卫能力。外国媒体路透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可能在传习会结束了后，宣布140亿美金的对台军售，会创美国6年上大规模的对台军售案。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台美的关系呢，也符合两国之间的国家利益。那中国是被定义为威胁者，这个基本架构不会改变。这大型军售案导弹川普动机引起中共不满，路透指出，美国可能卖爱国者3型飞弹甲国家先进地对空飞弹系统 NASAMS， 协助台湾强化拿查中共飞弹提悬空能力。学者分析，这对总统大清朝要打造台湾之盾，这是正关键的一步。我们有美国的这套系统之后，要如何去跟台湾的系统进行一些借接跟系统上面的整合，然后去达到真正的台湾之盾？我觉得这就是接下来我们或许要去思考的方向。台美文化深化军事合作，市政交流也是稳健发展。高雄市长陈其迈、台中市长罗秀燕连续访问美国，陈其迈拜会亚利桑那州政府甲日本行本馆，签署3方合作备忘录，用定台美节确定半导体战略3角，共同维护全球供应链安全甲民主定下韧性。It's not only crucial for free city, but also very important for our country. 罗秀燕访问美国第一站是甲曼彻斯特市长见面，公告37年加买期前期，双方针对技术证据皆有议题，犯罪防治做亲切交流。记者综合报道。外交部证实讲，已经收到非洲友邦斯瓦蒂尼王国的邀请咱总统赖清德参加英国王的庆典。赖总统敢会出访，这是引起外界的关注。总统府表示讲，目前外交部也咧评估，若有结果，会搁向总统来报告。总统会亲自跟斯瓦蒂尼国王说生日快乐吗？咱伫非洲会去友邦史瓦蒂尼，国王恩史瓦蒂3世58岁生日甲加冕40周年庆典。咱外交部证实已经收到邀请，总统赖清德成军了后，今仔第1日控制421月访问太平洋友邦马绍尔、图瓦卢甲秘鲁，期间过境美国、夏威夷关岛，这摆是不是亲身去公告友邦，真受关注。非常谢谢邀请。那因为这个既定的程序当中，外交部会做充分的评估，那有结果的话，也会再向总统进行报告。咱甲史瓦蒂尼王国为1968年9月7日建交，邦谊超过50年，毋捌断过。现今国王恩史瓦蒂3世毋来真侪班访问台湾，咱历任国家元首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到蔡英文，拢亲身去访问过。去年中国企业团出开42亿代票，摕到当地起水坝工程合约，是要透过经济影响到达渗透史瓦蒂尼的政治。那个水坝的计划，那个是国际的哈，那个是包括国际银行等等啊，所资助的一个计划啊，并不会影响我们的邦谊。那我们在史瓦蒂尼透过龙邦计划啊，也推动他们现在除了医疗教育哈这些能力建构以外，特别是着重这个一个产业创新的园区。台湾美国史瓦蒂尼3月11、12也伫四国共同办研讨会，外交部强调台湾作为科技岛，一直协助史瓦蒂尼升级基础社会建设，促进科技应用，降低因的青年高失业率，就是希望咱非洲友邦能发展成做社会化国家。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甲民众党今仔日是做伙举办愿景记者会，针对年底的选战，这个合作是进入第1阶段。那要是提出3大方向，重视民生、联合治理、务实践行，也希望用合作来代替对抗。国民党主席陈立文的话声讲，希望坚定合作来完成2028政党轮替。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强调讲，这无干涉权威的交嘛。
秋第一，国民党甲民众党则是共同举办共同环境记者会。那边两党主席陈立文、黄国昌亲自出席，提出3大方向，正是民生、联合治理甲务实进行，希望用合作代替对抗，包括个人照顾、居住政治、环境等领域。也希望这是民众党跟国民党能够非常坚定的，一直完成到2028政党轮替。立法的层次要进一步迈向地方政府联合治理的理念，不仅仅是选举的合作，这更不涉及权威的交换。那被发出要为地方政府开始推动联合治理，年底选战唔那被合作进入第一阶段，南洋内部也启动布局。前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专业青年也活动，汇集800几套的现任市长也是参选人，分享跨越合作经验。红顶调到的新北选战的李树川也讲到伊的市政环境，让年轻人能够在我们现在的科技本身上面，在 AI 上面。都可以往后你们有很好的发展。工厂出席的台北市长周万安甲唐市长刘宪正拢画出期待未来，会当有机会甲李树川进行城市合作。不过黄国昌也有意争取新北市长补助，那边后一个阶段要安怎整合，强推县市长竞选相关机制也有待协调。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甲以色列做伙空袭伊朗已经满2礼拜。美军轰炸伊朗的炼油厂，甲油船码头上新的目标讲是伊朗伫咧西南外海石油重要基点哈尔科岛。也导致美国总统川普讲美军有用不完的火药。不过金融时报指出讲，美军开战以来，这个武器已经用掉几纳吨的库存。美国国防部准备向国会提出500亿美金的对价预算。美军上新锁定的目标哈尔科岛位于伊朗西南外海的波斯湾海域。为卫星相片，咱看到岛的南半部部分真大的石油槽，相片这边是油轮停靠码头，是伊朗输出石油重要据点。外电报道指出，美军先空袭岛上的军事基地，搁枪声只要搁有其他国家的油轮，遭到伊朗攻击。美军后一个目标就是哈尔科岛的石油设施，伊朗也枪声会对波斯湾的美国石油目标展开报复。نیروهای مسلح توانمند ما مقتدر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حداقل برای یک جنگ تمام عیار 6 ماهه پر شدت با همین ریتم فعلی分析师对此表示，未来油价继续起是无法度避免。另外，包括美国副总统范斯丁高赞也讲，拄啊就任的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已经伫空袭中受伤，不过也无互伊朗方面否认，也是证实。同时间，驻地美军的陆战队甲两侧攻击母舰也接到命令，准备去中东。主要任务是保护伫当地美军外交人员甲侨民。另外，战前表示对伊朗战争已经未完完成。美国总统川普搁一摆解嘴。How long now do you think the war is likely to last? I can't tell you that. I mean, I have my own idea, but what good does it do? It'll be as long as it's necessary. They've been decimated. Their country's in bad shape. The whole thing is collapsing. 川普讲，美军有用不完的弹药，会当一日打败伊朗。也毋过《金融时报》引用美军内部消息指出，因为过去10年战波巡弋飞弹的采购量减少，库存伫这波伊朗战事已经大量消耗了。加上生产成本提悬，甲毋知什么时阵会结束的空袭，五角大楼已经准备向国会提出金额达到500亿美金的对价预算，有料将会引起国会热烈讨论。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好，中东的局势无稳定，这个国际油价就继续起。布兰特原油期货这个计价已经超过100块美金。外界就咧关注讲咱国内油价这个后礼拜敢会对咧起？行政院表示讲，即马稳定物价是上界要紧，也后礼拜若起油钱有机会压伫咧7块以内。中东政府持续冲击国际能源，13国际布兰特原油要起到一桶上悬101.7块美金，西德州的原油要起到一桶96.7美金。面临国际油价快速起价，外界关心这礼拜国内油价整体调幅5%，后礼拜油价是毋是继续起？经济部长景英欣进前表示，起价幅度应该袂比这礼拜遮济。
如果是长期维持高位再联动的话，那即便是有弹性机制，那相对那个弹性的空间也会越来越小，运费高档又会维持物价，就会推动物价上升。也就是说，在信心崩溃、物价上升的前提之下，我们就有机会进入所谓的停滞性通膨。缓涨的机制跟特殊时期的一些所谓的专案平稳机制，持续来了解国际油价的一些变动的部分，来做器材有相关的一些缓涨。经济部能源署回应，清点国内能源天然气存量11天以上，石油超过90天，土炭30天，目前存量拢有够，会持续关心国际能源走势。国内油价除了上万起机制，也搁启动特别平稳机制。目前由政府去收6成，每礼拜会检讨。虽然中油油价会当透过政府机制平稳吸收，不过民营企业已经挡袂住，大声调悬。国泰航空宣布，因为中东局势影响，航空燃油价销3月到单已经起将近1倍。为10月开始调悬燃油附加费，短中长程的航班拢起，以长途航班起上济，为港币569起到1164。因为国内目前以天然气发电较济，所以拄着进口国卡达长路，外界烦恼恐惊冲击国内电价的汇率。政府还是希望不要对物价产生太大的影响，所以我是认为这一次电价不调的可能性应该还是比较高啦。航港局13下晡高调开国际海运运输平稳工作小组会议，除了掌握国际航商、中东地区船只靠港这规划以外，也会同步了解目前进出口货物运输情形，以维持咱国国际贸易也甲民生物资供应运作的稳定。记者采访报道。2026年第19届台湾杰出旅客客家奖是颁予张志芬博士，以专精核酸医学甲基因体稳定性的研究。2026年台湾杰出旅客客家奖最高荣誉，台大医学院分子医学研究所讲座教授张志芬欢喜赢去杰出奖奖座，专精核酸医学甲基因体稳定性。伊伫台大生理核酸药物中心，伊讲过程真辛苦，风震动，有一种满足感。我们的面向不是只有在癌症，也有在神经退化、心血管疾病，所以是全面性的。张志芬强调，科研关键不是问外一问题，是敢会当问关键的问题。自细汉就应该美术教导，高中也爱看棒球。伊讲科学甲人文无对立，鼓励想要行这条路的高中女生加看加学，互家己有创造力的空间。不要把自己全部都填满。永远要把自己的脑袋空出一个部分，那这样是创造力的泉源。今年新首奖分别是台大药学系甲研究所助理教授丁家安，以科学包括体工程，推进感情精准医学，打造下当临床专业的感情纳米平台。甲阳明高大生命科学系甲基因体科学研究所助理教授王慧谦，介绍不同肿瘤恶化加组织再生的分子机制，发展临床专业检测的创新治疗策略。如果你有坚持下去，然后去想办法解决你自己所遇到的困难，那其实终究你会得到甜美果实。这个肯定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那不瞒各位所说，今年其实是我第2次申请2度挑战才拿到哦。吴建雄学术基金会执行长林明水引用教育部统计指出，大学主修科学科技的女学生，10多年来已经成长到35.7%。获奖的女科学家，和少年的查某囡仔看到典范甲目标，会当勇敢去对望。记者综合报道。花莲玉里安通温泉也去浸卡池，伊又是无开发许可，嘛无水权，也有未少民众来伫咧这几天来非法占用，所以公所决定讲4月开始要来断电。天气冷，机浸伫安通温泉野客的户外浸卡池，真正是一大享受。也毋过，即马乡公所因为考虑水权一直申请未过，佮加上有民众非法占用，所以会伫4月初1起关起来，互爱浸温泉的民众怨叹可笑。大家都很反对啦，大自然的东西毁掉真的很可惜啦，因为等于说，像他们这里在地的原住民，他们每天都来泡啊，对身体好啊。这又没有什么危害、什么危险性，我觉得很可惜呀。公所表示，1991年设置的3座浸卡池属于高滩地，因为有一半伫香水区内。伫2005年温泉法上路了后，开发许可甲水权就一直申请未过，为着避免行行政处分，才会决定4月初1起断电。佮评估屯平也是拆除设施的可行性。第一个，因为这个池子现在不但是违法的供电，第二个。
池子是违法的建筑，第3个违反了温泉法水量管制以及合法抽取的这些问题。最重要的是，战绩这边长期使用的这些民众，却把人家民众来，把人家赶，然后谩骂，产生了很多外地游客投诉到县政府。店长强调，三座经济的金家池屯平了后，未来会伫合法的河川流域设置新的温泉池，利用本泉带动温泉进入池内，避免因为有使用电力莫大，所受温泉法规限制，也提醒占用民众，规则文书、乱打广告等行为拢是违法，公诉绝对会依法办理。记者综合报道。来讲，嘉义南文县市的济公活佛是亚洲上大尊的济公，超过5公尺悬，也即马庙方要甲济公换新衫。庙方讲今年新名衫的寸尺是一般100倍大，重量超过60公斤，用半冬才做好势。从中间这里。为着要替济公换新衫，嘉义的南文县市出动正10个人，大家做过甲这领超过60公斤重的新名衫搬起来。有人搭伫咧腿顶悬，轻脚细手甲新名衫丢过出；有人伫咧下面倒顺头看尾。前后开点外钟的时间，才替这尊亚洲上大、宽度超过5公尺的济公穿新衫。庙方讲，顶回济公换新衫已经是10年前的代志啊！真感谢台中的友公，不惜重资甲济公定做新衫。来来回回要好几次丈量，然后龙的地方要绣在哪个位置，那个都要重复的来这边丈量，才能下笔。很雄伟，我的老塞他真的是20几年的经验了，帮我们去设计这个衣服，你看你挂上去就非常雄伟，蛮端庄这样子。负责做新名衫的业者是嘉义在地已经有80年历史的老店。业者讲，这领新名衫比一般的大100倍，考虑到重量的问题，那穿久会甲衫有力气，所以规领新名衫拢是用钢一块布，无用夹的。顶悬的5尾金龙，因为采用传统的铺雕绣，有路的工法一针一线拢是功夫，前后开半年的时间才完成。这一件衣服又是15尺，大概将近450公分至500公分左右，所以它的领围、它的前长、它的下围，都是很大，非常大。那这一件衣服也耗时大概半年，还有大概用了20几个师傅下去做。庙方讲，这回是3尊开基新尊拢换新衫，看到全新的新名衫穿伫新尊的身上，气势十足的模样。业者讲，总算是完成这个超级任务，已经失眠半年的伊会当安心啊困啊。记者林伟婷、柯家柱、柯朝阳嘉义采报道。新店有台语团体办活动，去帮忙顾家啊，用台语导览做讲员，带囡仔认捌当地的文化甲特色。这菜就是咱食的好名。啊，所以食大的人来愈来愈多了，就变做啥？为什么叫做新店？其实就是啥？新的特产。老师向大家解说是安怎这个地名号做新店，佮透过生动活泼的方式，让大家在过程中趣味学历史。新店母语囡仔区举办台语体验活动，除了带大家来到北门老街熟悉在地文化，也让大家体验亲手做讲员。今日学到真侪特产的历史故事，听甲真趣味安尼。这活动足趣味，就是讲较熟悉新店，因为我嘛是对南部起来，嘛唔知影新店较早的文化是啥物。主办单位指出，社团内的囡仔大部分拢是伫新店出世大汉的，希望透过体验活动，让大家更加认捌家己的家乡。囡仔拢是伫新店大汉。想要互因知影新店的故事，囡仔佫较细汉，为食的开始，我感觉上适合。为什么新店的贡丸伫台湾遮尔好食，遮尔出名，而且就是当迄北门街遮，所以我感觉这是一个足有历史意义的所在。主办单位希望透过台湾的台语体验活动，让语言建立日常生活，也让大家在俱乐中自然开嘴讲台语，认捌台语的智慧甲奥妙。记者杜君和新店报道。咱来看下半晡的天气。北部地区18度至23度。中部地区18度至25度，
南部地区20度至26度，东部这边18度至24度，外岛地区12度至20度。还有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下晡新闻，明仔载港记的时间，再会。